各位乡亲，大家好。为了要给客家拍花文啊，佢多人晓得读唔晓得写，所以就特别一时做课文，一时一语对照录音，本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啊。大家都会知道到，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语言同不同的语法同文字的写法，同时大家有所了解，一个客家同一个华语同河洛话都是冇相同，所以使用那个词典的时间呢，我得注意一下。许多人都将康熙词典当作是经济的素材啊，但是康熙词典是一种国语所写的、华语所写的，所以只可以拿来做参考，但是不可拿来做一个经济啊。俺的客家话怎有办法本土化客家白话文的实现安尼哈？今日俺哋要将一个回顾复习来报道一个俺哋嘅课文安尼哈，大家都会知道咯。一个读小说咧、看小说咧，同看课文啊冇相同。课文我了解嘅时间呢，我再三嘅读啊，能知道佢嘅意思，同时记得一个客家语嘅文同一个用法係一样嘅安尼哈。後來今日我哋就回顧復習報道第33篇啊，也就係課文380篇，會將將近綁起來大世界嘅王延愛一個故事，用寫故事嘅方式，將客家話語讀本大家聽，後來課文在頭擺也頭擺。有一个相当有钱又有势力的王延爱，佢在地方上开一生啊，成都的便利国，所以地方上冇班内人敢统计一句还冇位。虽然王延爱很有钱，但是而且上市爱名一样样，讲得是相当有钱。有段时间，以为了属天主体衰，民人都系在老辈走上走下，家中变成无人工作一样样。家到你嘅态势，变怪嘅变怪，变好嘅变好，做好嘅做好。过一段时间，王延爱归来一看。写作嘅妹，虽然年纪是有20岁嘅，面色样会变啊，黄黄爽爽，安快看的面色喏，同时都市都里又像是有晒虫样嘅，胖起来，王延爱两张目珠瞪起来，一看。眼火清楚，就将每一个阿妹喊来问清楚。伊个老婆一来到久久不见，又当恶嘅老公面前的时间，心肚里知道才是无谓，所以归孙呢嘅冷汗一阵又一阵紧流下来。王延爱看到这位老婆也位样式，都也是有天地地地地爱有美地嘅猜想出来。王延爱出嘅一上出门，老係嘛，愛出外蘇州按九章歸來，家中太歲唔敢交到娘嘅呀，一下寫作嘅妹嘅，
年纪已經有20歲嘅，可能都市都里馬上係有細蟲係嘛，因為都是變啦太馬故障，老實講不愛聽，係沒有神嘅咯。哦，俗語所講，母羊總是怎麼嘢做呢？一切都冇人差。伊就退位一下睇戲，吩咐呢來回答老公。老公，冇嘢見本人講下，丈夫作到要過到18位，並唔係都市態。講到面色快看，原來係唔平常，都係惡現象。原本人看到有按惡嘅阿爸歸來，當然一時慌慌出急，讓拍拍的唔知安樣嘅來服侍款待阿爸。王員外詳細同意談起來，一句話也係相當有一片嘅道理，讓人就表示一馬算了，莫再追究下去。但是過了一陣時間以後，王員外見看見唔着相，又來看到伊嘅某一個都市又過太起來嘅，兩下真係自爆火唔係。騙唔到王員外嘅，所以王員外就牛天邊拿來一笑，也就冇嘢就雙腳落地跪下來，目着長，目着短，目着當點。王員外睇上一看，我老實講不愛聽，都是都里嘅生意呢？係同萬人有關，那係唔講出來，都是都里嘅東西，我不愛大流台出來，同時不愛記得係那隻後生嘅出生同有嘅，一隻後生嘅連將軍都會不愛綁起來。大事件是嘢有按惡嘅阿爸，唔同意講有一本意大流台，同意講愛人嘅將軍有一本意綁起來大事件，真係進退挺三難，一隻冇嘢嘅木做皮，叫到上司。牛眼族樣嘅安中安泰，就本王員外前門嘅一樣嘅安部嘅，爺阿妹就偷偷嘅入來，同時獻嘅本爺冇嘢講，嘅阿爸係相當惡。麥嘅八太王爺佢都唔驚，突搶驚，貓太法師一類人，所以為了一切，為了生意呢，唔按原來，天光人唔就暫時將情講出來，係同太法師有關，看佢按樣嘅來對付太法師，同時要做得保全都市都里嘅生意呢，所以天人就嘅行事，一個可憐呢，細則嘅某嘢就投嚟嘢來到王員外嘅面前，跪下來求情講：阿爸，唔可以講嘅條件按樣，我不得不將情講出來，我不得不將情講出來。同我有話，
就是平常最尊敬的某某大法师。当王员外一听到这句话，实在也唔敢相信，从头到尾再来问一句，确实系同大法师有关哈？答案也系相同，就是大法师有关。王员外经过的第二句话，在确实求证系同大法师有关。这时节，王员外相片欢喜，系同和尚的大法师有关。和尚啊，这真系太淡，咁普到我出外，同俺爷妹爷来教导俺们，呵，王员外看到有看大做看，紧随心肝，眼珠紧看到紧杀火神呢，屁股也看到紧出眼，算呢，大法师法术高强，同意来到可比结论大石头。王员外一时都乃唔可以。经过一段时间，王员外嘅西藏妹嘢都是中秋挂树落地，用嘅一个是乌鸦嘅，将来王员外还系唔前落，同时为了面子嘅问题，就将生意呢南去某度里本大法师。当大法师一踏入，当王员外一踏入落某门后嘅时间，大法师就出来迎接。这时间一霎面当前的王员外，一霎面带笑容来相对。王员外看到大法师，就简单讲一句话：俩就是安慰，安能讲嘅结果，送本来申诉，就将生意呢一条翻头就归用。大法师头面事情让嘅完全都系不对，只有这样经验，阿弥陀佛。错念，将生意呢通识嘅书留下来学。西泽嘅每日经过5、6年结婚以后，生意嘅事情从头到尾一句话都唔敢泄露出去。有一年，伊嘅老公就问起以前爱情的结晶哪里去嘅？王员外嘅每日就一十讲出来，系送去某度里做西和尚嘅。男方抵得嚟以后，心肝度里实在难过，痛苦万分痛苦。两人就商量，将情详细讲出来，本王员外苍蝇路谈。王员外抵得嚟以后，也系偷偷嘅去到某度里打探偷看外孙呢，西和尚呢，果然冇错。这时节，王员外嘅心度里一时悲伤痛苦起来。阎王的大法师一时，后来就太淡咩向大法师排吹，同时向大法师强吹问讲。当时我将生意呢送来嘅时间，我问系咩同我爷冇嘢有嘅？当时让半句话都唔讲咯，海外
阎王的太法师那个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时我系同讲，我唔咩爱，同讲唔咩爱，唔甘为了相信才哪怕吹过。同时，那假使爱迄讲爱，假使安尼讲，迄咪会上大风去啦。从此以后，王员外因为有天台嘅阎王嘅太法师，最后剃了头毛，拜太师傅为师傅，太法师为师傅。皈依拜佛做和尚啊，做和尚啊，属于有句话讲啊，偏见相对总是义，怀念义，爱讲分明万分呐。试过还金钱回头一看啊，柳暗花明又一村，确实很有样，一些都冇侦查。所以，一个故事是奉劝世上千万莫有强霸无理的王员外一样，主干论断害人，就害到自家，作孽、错孽，同时抵得也下时代呀，谁来的阎王谁来本身么阎王挺简单，但是谁来阎王谁来讲假话吧，也是困难多多。所以希望相信大家要注意一点啊。所以亲像立法委员也下全社会的，全5年，但是男人嘅立法委员，而今同属同角度。社会下实在一时都唔敢，一个故事就讲到嘅这个案啦哈。顺下下来，将本文可学院嘅实验化强来做主解嘅地方啊，托本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也希望各位相信大家爱来了解客家白话文啦，我来先看先读一个白话文嘅主解。语词很样的啊，第一个头摆，关于就讲古时候啊，古时候，假使喺文中开头讲头摆，谈讲作为开头的时节啦，有18位，即个讲笑吐川闲谈的意思啦，爱就系讲我人事篇，记。就北部乡亲所讲的啊，南部乡亲呢讲义，北部讲义，南部讲义是讲什么的啊？第三边就这个奶同土类的恰往下来，个夹下来，有个夹下来就作家圆形嘅类嘅有3个。往大下都往下来，下来，其实很毛诶，就是汗毛，走上走下就是跑来跑去啊。你看走上走下，比喻这个好高，关于讲是有所好显啊，同行上行下嘅意思呢，有18位冇相同。行上行下就是慢慢的行啊，看那个意思啊，后来再看第6个做后啊，就说是冇尊敬的意思啦啊，做后，也是北部乡亲的叹号，哎呦，南部中哎呦，北部中去录强啊，一个。探视嘅语言嘅一部分，第8言记诗，一个诗呢是茶诗嘅诗，那个算书课嘅书，数学嘅书，一只诗。
铁球往往上上是面色跟莫看，肚屎肚里就是肚子里面筛虫就是蛔虫吐腮一个自古七个是啦，本谈一个是个吐腮，淡风的木做淡风的也可以你面向真头前，眼珠向上去看思念来年就不同来年是看作用。13一喝就太上的意思，属于太上来讲喝年、马年、恶年嘅意思冇相同14冇人工作是比喻农家事管理工作嘅意思，一個意思就是講冇人干搞。第15焰火情操，就是關於個怒火一陣一陣的起來。第16天地天地地愛有沒地，比喻大家是公開嘅秘密，公開嘅秘密公開嘅秘密。第17樣嘅怎麼樣的樣嘅一個一樣嘅樣，也就是樣嘅一個怎麼樣的情況樣嘅樣嘅那是哪一種？那個樣嘅都樣嘅一個意思冇相同第18冇爭差，沒有什麼差別常人樂就是岳父大人，常民愛就是前面愛一個視頻目前常人樂變啦講常民樂變人變啦那些第22搖搖講講搖搖講講，搖搖就左右cái講講呢上下就是講講搖也其實是個讀法，上下搖同到搖第23那係假如是24奈唔何記，就是對他沒辦法沒有辦法。辦法法度解釋都係冇相同辦法是指公務人員用嘅，法度呢是指為作法嘅人，這個禱告方面，解釋呢老人家拿個創嘅26有神印，有神印就是有神印就是懷孕的意思有神過神就其實綁起來大事件也是十分惡嘅綁就挑樹坪佢講綁個國家綁嘅綁派嘅綁起來大事件綁起來一個詐屍是欺騙故意做嘅意思，叫就哭的意思有類另外一隻叫呢叫就是一個調嘅叫同人嘅叫是冇相同鵝鴨味應該鵝鴨味有兩種音，就嬰兒嬰兒鴨要讀鴨鵝跳來就頭低低的來真正來跳樣嘅向大下咁普通普通牧師片改嘅普世普通就是單干一個咁稱其普是改牧師片普一個是活該的意思總是你總是懷疑的意思30攝了出去不幫咩本人啲的啦，叫做攝了攝同攝了出去攝了出去攝出去一個有什麼意嘛叫做破音詞是唔啦能用語音來做一個意思嘅解釋
陌上海难道是吗？也计划关于各位考试啊哈，陌上是难道的意思啊，陌上海啊，那个再看那个创业40名就是制造业障，一个点大家要注意哈。上面有讲到讲啊，做线上的人啊，要传授教育本身人呢，要传授教，生意呢唔通呢，这个呢不受教啊，不受教，不受教啊，那个热心就带头做坏事啦，有样是真的，一些就一点点啊，真差就正常差。一個土地道理呢，大家看一下哈，一個人莫按惡哈，而成本清楚以後，當然講，親像一個黃人愛，實在有惡哈，唔係佢講啊，講出來有會綁，將近會綁起來大世界啦，莫講出來有會大流退哇，所以可以啊，冇嘢呢，聽一個圖。可能是在進退挺三難哦，啊，所以講啊，要按惡嘅阿爸，要按樣嘅嚟對付。所以也咩暫時講，偏也罷講，同睇法是有嘅，實際一個人忘了睇法是，但是嗰不一樣，無視奈何之下所講出來嘅話，啊，一個也咩條路也係真好。咁麼為本睇法時呢，做咗進退挺三難嘅事情就出來。好，可能第三呢，一個大事件，大事件呢，有人講一句話喎，一個大事件嘅人，40年，就還有那個概念人，還有概人啦，天人嘅人啊。有萬人博嘅能力，所以大世界嘅事情，客家話有句話喎，一個乜嘅最緊張咯，就學下吧，呢度附帶嘅大世界啦，佢就會留低嚟啦，學下吧，呢度附帶嘅大世界，再看第四個一個生活上嘅，佢講啊，頭胎出世嘅出來是。青人道有可愛嘅生活上嘅，咪哎喲，好彩冇本人愛大流退哦，變成啊有素質啊，有素質，人數唔填多是就講有素啊哈。大下嘅一個聯驗師拍花問題道理啊，一天都有聯驗師啊。一個藝thuật本大家談，第一行嘅 V 呢，L 一個同 R 嚟，大下都 RAO， 要麼是 RAO 上面，第一個呢就哇，第一個啦呀嘛那呀嘎巴，但係四個字是冇，A 裡面呢是實體字，乜嘅係實體字的？就是冇注意看就第一時嘅一個就按啦，實體字嚇。R 同 O 呢是虛字，有義工談嘅，所以希望各位鄉親，當前一個60歲以上嘅人啊，講嘅語言全部都有一個聯言，所以談起來佢順耳佢順口，加有一個熱面所在，所以。老三個字平板手條啊，也一開都係會用聯音師嚇，聯音師啊，就用啊這個頭都再讀一遍，哇啦呀嘛那呀嘎八個音，冇讀了就冇聯音，就冇聯音，所以冇聯音就冇密師嘅存在，所以可以根本嘅都同大家講到嘅這個。大下嘅呢，就係本波呢一個台灣客家電子報以及屏東時報啊，都係非常嘅熱心嚟做一個公益嘅事情，所以對民眾給不了嘅暗含啊，可以講得講啊，
做诶拢8年了，但是到一个2024年1月17呢，咱整理啊差唔多吼，所以希望公务人员做乜嘅、抢乜嘅安那吼，来造福人家、造福国家，也都脱离。以上就读到嘅这个神梦，大家感谢你，再见。神夢按自西要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